来看上新的国际消息，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的领袖辛瓦，以色列证实伊已经死亡，但哈马斯方面是并无证实。美国是希望现主时有机会，因为安尼停战，互人质通倒转来。以色列军方发布一段无人机翕的影片，表示这是伫加沙走廊南部都市拉法特尔苏丹地区组成的生活做着击杀进程最后一刻。画面当中受伤的这群分子用无人机骗物件。מדינת ישראל סגרה היום חשבון ארוך שנים עם יחיא סנוואר, רוצח ומחבל שפל. 以色列今日有人咧庆祝，总理纳坦雅胡表示，以色列伫加沙行动意愿会继续一直到所有经济断来。美国总统拜登希望辛华的死亡，因为经济开一条转去的路。咧竞选的副总统贺锦丽讲，这是结束战争的机会。相关的消息也已经伫阿拉伯世界传开。هذه مقاومة لا تزول بزوال الرجال واغتيال السنوار لن يفضي إلى توقف. حيخرج واحد بعد يحيى السنوار. هتستمر حماس. 巴勒斯一经组织哈马斯领袖辛华是去年10月7日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的7月前，造成差不多1200人死亡，各掠走数百个人质。过去1年外，以色列展开报复对加沙是一直轰炸，前后消灭哈马斯经济高官将领，也强迫加做无差别击杀。加沙无辜的百姓超过42000人，也对咧死亡。公司新闻恩文林报道。